廣東最委屈嘅縣城喺邊度？佛岡縣實至名歸。佛岡縣嘅經歷可以用一個形容詞嚟講，就係流浪兒。喺呢30幾年，佛岡縣咧俾4個地級市輪流當波踢。喺1959年，佛岡縣本隸屬於韶關市，結果咧就俾踢到佛山市。佛岡縣咧喺佛山市坐低唔夠1年，又唔知咩原因，佛山市將佛岡縣轉讓咗俾省城廣州。咁廣州又唔知道咩原因，明明廣州喺呢幾十年嘅地盤規模咧不斷咁樣擴大，就好似花都、增城、從化、南沙、番禺都俾廣州吞咗，但係偏偏佛岡縣只係喺廣州踎咗3年，就俾廣州退還俾韶關。佛岡縣翻咗韶關之後咧，喺1983年韶關又至唔想要佢啦，韶關咧又至再一次將佛岡縣轉翻去廣州，咁樣來來回回，佛岡縣咧就好似一個冇人願意接納嘅小朋友一樣，真係冇陰功，真係好似網上流傳嗰句話咁樣，啲生意咪咁做噶，平我真係得罪你咩？直到1988年，佛岡縣最終落戶清遠市，直到依家，我相信好多人啊睇到咧都係睇唔過眼嘅，都好想講一句。你廣州、佛山、韶關好柒巴撚閉啊！夠薑咧你就俾個佛岡好似上海、重慶咁樣直轄中央，你幾條毛你以為真係好馨香你啊？跳！